今日嘅第一篇嘅讀經咧，好得意嘅。如果你有默想嘅題材咧，我勸你哋翻去不妨睇睇呢個成章啊，列王紀下嘅第四章噶吓，就講到一個好窮嘅寡婦，因為冇嘢食，先知厄里叟咧就幫咗佢，即係天主藉着佢啊。另外一個就係今日呢篇嘅，就講個婦人啊，佢又係好似有個兒子啊，係咪？但係兒子死而復生，即係天主無論你係窮嘅、有錢嘅，天主一樣咁照顧。咁大家翻去細讀一下，會品嚐下呢兩段福音嘅內容。嗱，喺我哋中國嘅文化咧，我哋好重視兩個字，叫做修身啊。喺《禮記》嘅大學篇咧，有一句大家傳承好多時嘅說話，就係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。意思係講乜嘢啊？佢話一切都係由我哋自己要開始嘅啊！千里之行，始於足下，就係話我哋要先修養自己嘅品德，然之後先至能夠建立起和諧嘅家庭，然之後咧先至去影響社會，最後達到天下太平。咁呢個大學篇又話，物有本末，事有始終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呢個意思就係話，世間嘅萬事萬物咧都有佢根本嘅，亦都有枝節嘅。只要我哋知道應該將佢擺喺第一位，乜嘢係應該放喺其次，咁就接近真正嘅人生之道啊！我相信呢個亦都係我哋中國文化一個非常寶貴嘅智慧。嗱，喺今日嘅福音，耶穌基督帶領我哋咧走得更深、更遠嘅。耶穌冇先問一問你修養成點樣啊？冇，佢先問我哋乜嘢啊？邊個先至係你生命中嘅中心？嗱，喺今日嘅福音，大家如果頭先有留意咧，你會聽到耶穌講過3次不配治我的人啦。第一個話咩？佢話邊個愛父親同埋愛母親嘅係超過我嘅，咁嗰個就唔配係我嘅人。第二，邊個愛兒子啊同埋或者女兒超過我咧，亦都唔係我嘅人，唔配。第三，最緊要就係邊個唔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隨我，亦都唔配做我嘅人。驟然聽之下咧，呢句說話好似好嚴厲啊！唔通耶穌叫我哋唔好愛我哋嘅父母，唔好愛我哋嘅仔女？咁當然唔係啦。耶穌唔係減少我哋對屋企人嘅愛，而係提醒我哋啊，如果我哋嘅生命裏邊咧係冇真正愛嘅中心，就算係再好嘅愛，亦都會迷失方向嘅。試諗下，一棵大樹枝葉可以好多，但係成棵樹乜嘢都好啊，只有一條樹根嘅啫。一層好高嘅大廈，無論有幾十層、超過100層都好，但係只有一個地基。若果樹根枯萎咗，樹根啊，枝葉點茂盛都會跌落嚟嘅，倒落嚟。若果起樓個地基唔穩咧，個樓越高咧，咁跌落嚟、冧落嚟嘅機會咧，亦都係越大。同樣，我哋嘅生命亦都需要一個穩固嘅根基啊！耶穌今日話俾我哋聽，我就係生命嘅根源。喺呢度，我想到儒家所講嘅修身，頭先個意思，佢儒家相信啊，人可以透過學習、反省同埋努力，不斷咁樣完善自己嘅品格。呢個係一條十分寶貴嘅道路。但係福音亦都話俾我哋聽啊，人嘅努力固然係重要，不過唔足夠。點解啊？因為人最大嘅問題唔係只係行為做得好唔好啊，而係我哋嘅心靈要不停咁需要更新。譬如話一棵嘅蘋果樹，唔會因為嗰啲壞嘅蘋果擺佢摘晒落嚟咧，咁嗰棵樹咧就變咗好樹，唔會。而係真真正正需要改變咧，就係要將樹嘅本身去整翻好啊，去除疾病啊。所以今日嘅第二篇嘅讀經咧，
聖保祿宗徒俾咗我哋一個好好嘅答案。佢話：我哋藉着洗禮已經同耶穌基督同死同葬，佢亦都要同佢一同生活。呢個就係基督信仰最獨特嘅地方。嗱，我哋咧唔係單靠自己嘅力量去修養嘅自己，而係我哋要藉着耶穌基督接受基督嘅新生命。洗禮唔單止係一個加入教會嘅儀式，而更加係表示一個新生命嘅開始啊！從嗰日開始咧，我哋唔再只係一個努力做一個更加好人。教會唔係教我哋做一個好人，而係讓基督喺我哋裏邊生活。所以真正嘅修身咧，唔單止係修正自己嘅脾氣，而係讓基督改變我哋嘅心。點樣？咁樣啊？點樣知道基督真真正正住喺我哋嘅心呢？就係今日耶穌一個記號話乜嘢啊？邊個唔背起我自己嘅十字架跟隨我，就係唔係我嘅人。原來真真正正嘅更新生命嘅人呢，唔係冇十字架呢樣嘢，而係願意背自己十字架跟隨耶穌。十字架背十字架咧，唔一定係驚天動地嘅我哋遭受嘅大苦難啊，亦都可能係每日我哋照顧我哋身邊嘅老父母嘅辛勞，可能係默默照顧患病嘅配偶，亦都可能係忍耐一位相處嘅家人，亦都可能係我哋工作上嘅委屈，或者係我哋身體長期嘅病痛，甚至乎而家大家可以做到㗎。如果喺聖堂你發現到隔離嗰個人咧，揭嗰本嘢揭來揭去揭唔到，或者唔知邊度咧，一個幫忙已經係我哋背十字架嘅好細嘅嘢啊！但係有啲人都覺得啲教友揭來揭唔到，隔離左右前後咧就冇乜點理佢嘅。呢個就小心啲，呢個唔係背十字架。世界話俾我哋聽啊，能夠世界話聽避開苦難就避啦。但係耶穌話：邊個願意為愛而承擔嘅人，生命反而更加豐富。所以耶穌就話喺馬太福音10章39節：邊個為我嘅緣故喪失自己嘅生命，必定係獲得生命。因為真正失去嘅只係自我中心，真正得到嘅就係基督嘅生命。當生命被基督更新之後呢，嗰邊就一定會流露喺我哋生活之中。所以今日嘅福音接住咁講啊，邊個接待你哋就係接待我，邊個接待我就係接待嗰位派遣我嚟嘅。然之後耶穌再講啊，邊個接待一位先知，或者邊個接待一位義人，或者邊個俾一個小子一杯清涼嘅水，決不會失去佢嘅賞報。我哋大家有冇發現到有一點啦？耶穌冇要求我哋人人都去做偉大嘅事情，佢只係要求我哋將愛活喺我哋每日最普通嘅小事情上。只係一句安慰啫，一個微笑同人打招呼，係咪？我哋教友好多時見到面但冇打招呼咧，諗下，或者一次探訪，一個電話，俾杯水佢飲，或者俾啲食物佢，一次或者特別係忍耐嘅聆聽啊！天主睇到嘅唔係事情嘅大小啊，而係愛嘅深淺啊！嗱，今日嘅第一篇嘅讀經啊，就係呢段福音最靚嘅圖畫啦。淑能婦人咧，佢接待先知厄里叟啊，佢冇要求回報啊，佢只係認出佢話咩？呢個係一位係天主嘅人。於是佢就特別喺個屋頂建造一個小房間啊，就使到先知厄里叟每一次嚟嘅時候都可以喺呢間房間上休息。結果佢冇向天主要求啲乜嘢，但係天主咧就賞賜俾佢最渴望嘅，想乜嘢？俾個兒子佢啊！所以耶穌話：邊個接待先知嘅，一定得到先知嘅賞報。原來舊約已經早已把今天嘅福音活出嚟嘅。
話說有一位嘅老太太啊，佢生活就好窮嘅，唔係好富裕嘅，但係咧佢每日都喺佢屋企門口啊放一壺嘅涼水，又俾幾塊嘅餅乾啊 cookies 啊，俾嗰啲咩？俾路過嗰啲送貨員啦、郵差咧，或者路過需要嘅人。但係佢冇想過有人因為咁會記得佢，佢只係覺得人哋既然咁辛苦，我做唔到啲乜嘢，我只係擺啲水、擺啲零食俾佢啫。咁10幾年過去之後咧，有一日佢老啦，佢住喺醫院，咁有一位年輕嘅醫生咧走嚟探佢，醫生就對佢話：婆婆，可能你已經唔記得我啦。我話俾你聽，以前我係一位好窮嘅大學生，讀緊醫科嘅，每日都係靠送貨嚟到賺學費。但係喺你屋企嘅門前咧，嗰壺水同埋嗰幾塊餅咧，每一日都係我最大嘅安慰。你讓我知道世界上，我感覺到仍然有人關心我。嗱，今日我成為一位嘅醫生，但我一直記得嘅嗱，呢個老太太冇做咩驚天動地嘅大事，佢只係每日送出一壺水，但係呢份咁少少嘅愛心嘅行動，就改變咗一個人嘅一生。呢個正係今日福音所講嘅，就係一杯水，亦都不會失去上報。親愛嘅兄弟姊妹，今日嘅3篇讀經咧，其實為我哋畫出一條好完整嘅信仰嘅道路。中國文化所講嘅修身，然之後齊家治國平天下，福音係冇否定呢個理想啊，福音只係將佢提升更加深嘅層次。真正嘅修身唔單止係改變自己嘅行為啊，而係讓基督更新我哋自己內在嘅生命。咁所以當基督成為我哋嘅生命中心，我哋就懂得點樣去愛屋企人，而唔係去控制我屋企人。我哋懂得去服務人，而唔係要利用人。我哋背起自己十字架，唔係逃避責任。我哋懂得去接待人，因為知道係在接待喺呢個窮人身上嘅基督。所以一個被更新嘅人，佢唔係一定做好多轟轟烈烈嘅大事，而係咧喺每日最平凡嘅小事之中啊，將天主嘅愛帶俾其他人。所以最後我呢度亦都邀請大家做一個反省啊，同埋一啲動作，帶住3個問題返屋企祈禱。第一，問問自己，我嘅生命真真正正中心係邊個？係邊個？係咪天主或者其他人？第二，我願唔願意讓基督改變我生命中嗰個最難改變嘅地方？係乜嘢？我唔知，可能係自私啊、貪婪啊等等。第3個，我願唔願意將一杯涼水送俾身邊嘅人？或者呢個係一句譬如話鼓勵咧，或者一個微笑咧，一個 say hi 咧，或者打個電話，整個 WhatsApp 問候下人，或者我哋陪伴下佢啊。我哋唔好睇少呢咁少嘅嘢啊，因為喺天主嘅眼中，每一份出於愛德嘅善行都係有永恆嘅價值啊，知唔知啊？又願我哋唔單止做一個有修養嘅人，更加要成為一個被基督更新嘅人，就讓基督成為我哋生命嘅根基，就讓我哋嘅家庭因為佢而更加和睦相處，亦都讓教會因為佢，因為耶穌基督使我哋全體咧更加合一，使到呢個世界因為耶穌基督多一分嘅光明，多一分嘅希望，同埋多一份嘅愛。阿們。